面對台南第一座進駐嘉義區的社會主體，今年11月已經順利動工。議員蔡蘇秋瑾除了感謝中央投資、甲市府合作興建高達8億7千多萬的社會主體六安好事，來照顧民眾客氣的需求。萬餘民眾攏相當關心後續完工甲相關招租時程，所以伫昨日時要求局長講清楚。中央甲地方努力成果實際正義，大家感謝大家努力的成果吼，今仔日六安好事嘛。當然，咱要來請問那個局長的時點，咱六安好事動土了，什麼時候完工？什麼階段要來予迄個來咱來公告招租？伊預定是117年底完工啦，所以講118年到我就開始迄個招租啦。經過了解，市府興辦社會主體今年都交出真水的成績單，除了認定宜居仁愛以及永康宜居成功攏完工入厝，為佇北區的宜居小東，則預計今年12月要公告招租，希望加緊腳步為民眾提供客氣的新選擇。台南新聞，阮籍林盈光採訪報道。